Do you have a New Year's resolution? I have Let's hear it. peace on earth. Peace on earth. 年尾先話想世界和平，隔咗冇幾日，美國就對委內瑞拉發動大規模嘅軍事行動啊！首都加拉加斯軍營同埋機場都受到空襲，周圍都係爆炸聲，電力癱瘓。美國特種部隊仲突襲捉埋總統馬杜羅同佢太太，直接送咗佢哋去紐約。美國喺社交媒體宣布暫管委內瑞拉，控告馬杜羅販毒、走私毒品同埋恐怖主義嘅罪名。究竟呢單嘢當地嘅居民又點睇呢？佢哋覺得呢個係正義定係侵略呢？美股、黃金、油價又會點樣發展呢？今集我哋一齊探討下，記得要睇到去最後啦！如果你係新認識我嘅 channel， 大家好，我係北興。我曾經喺投資銀行工作，亦都試過19歲因為炒倫敦金而輸咗6位數字嘅積蓄。我相信 investing is a lifestyle， 希望透過生活化嘅經歷分享、投資同埋金融嘅知識，一齊去建立自主嘅人生。繼續分享之前，先做翻個免責聲明：以下分享任何內容同埋資料咧，都只係教學之用，並唔構成任何形式嘅投資建議同埋推薦。投資涉及風險，記得要運用獨立嘅思考能力作出投資決定啦。原本嘅石油天堂卻變成咗生存地獄啊！成件事又係點樣發生嘅呢？話說我有位朋友佢喺委內瑞拉出世，16歲翻咗嚟香港，父母原先都係香港人，細個移民咗去委內瑞拉。點解佢16歲要離開自己嘅國家呢？因為當時嘅生活實在太差啦。今次專程訪問咗佢，了解咗更多佢嗰16年嘅生活經歷。對於今次嘅軍事行動，原來佢都好震驚，因為非常之戲劇性。冇人估到美國竟然會將馬杜羅捉咗翻去受審。呢兩屆嘅總統咧都奉行社會主義。馬杜羅作為專制嘅獨裁者，當地人民生活好艱苦，經歷咗27年嘅折磨，已經唔敢再抱有啲咩希望會有啲咩嘅改變。委內瑞拉以前係一個幾富庶嘅國家嚟㗎。有錢嘅程度咧都拍得住今日嘅杜拜，70、80年代係石油嘅熱點，當時有好多華人都移民咗去做嘢，係拉丁美洲裏邊最有錢嘅國家。馬杜羅就被捉咗去美國受審啦。原來好多嘅當地人都希望反對派領袖會接管政府，但係咧佢好驚訝嘅咧就係竟然係由副總統接管喎。美國打正旗號話馬杜羅同啲毒品分子蛇鼠一窩，咁點解會俾副總統去接管，而唔係俾拎咗諾貝爾和平獎嘅反對派領袖馬查多呢？如果係由副總統去管理委內瑞拉，又會唔會真係有一個真正嘅改變呢？我朋友就分享到啦，其實當地人咧都好無助，好多初生嘅 BB 因為冇奶粉、缺乏營養而過咗身。好多人病咗都冇藥醫，就算揾到藥都冇錢買。咁如果好不幸有大病呢，其實就真係好似判咗死刑咁。最諷刺嘅呢，就係委內瑞拉明明係全球最大石油儲存量嘅國家，但係石油設施差到出現咗個奇怪嘅現象，就係當地人成日都要揸車去油站排幾個鐘頭啊，只係為咗入油。最荒謬嘅呢，就係國家有咁多嘅石油資源，竟然仲要喺海外去入口。原來喺腐敗嘅管理之下咧，設施已經荒廢到開發唔到啲石油，甚至係長年冇維修啊！當地人最介意嘅咧，並唔係石油資源嘅去向，因為石油賺嘅錢咧，其實1蚊都落唔到人民嘅袋。佢哋最希望見到嘅咧，就係可以重新獲得基本嘅人身安全、人權同埋自由。嗱，當基本嘅生存都成為問題嘅時候，石油同埋黃金就變得好遙遠嘅事。而家喺當地通街都係武裝組織，就好似攞正牌嘅爛仔，出街買餸買日用品都可能會受到佢哋威脅。加上成日停電啊，就算裝咗啲閉路電視都冇用，想打電話求救又打唔到喎，治安都差到咧，每次出街都好似賭命咁樣。最慘咧就係通脹好嚴重，唔係平時香港嗰啲通脹嘅水平啊。當貨幣貶值到變成廢紙啦，用1000蚊紙接到花當紀念品去賣，可能仲值錢過張銀紙本身。加上有外匯管制，好難兌換到美金，令到進口貨品例如藥、蔬菜、肉類都好貴。結果人人都捱貴價，為咗生存就只能夠偷嘢或者搶嘢。我朋友個屋企人都試過俾人搶嘢，對方就話啦：我都唔想㗎，但係個仔病咗都冇嘢食，咁我都冇辦法。咁年輕人呢？因為國內冇發展嘅機會，
好多人都會去外國賺錢養家，就算本身係讀醫科，都可能去到其他地方只能夠做 waiter 去洗廁所，好難有機會再見到屋企人。好多悲劇嘅背後咧，塑造咗佢哋比較樂觀嘅性格，會嘗試喺苦難裏邊去揾快樂，更加珍惜生命，因為咧活着已經係好大恩典，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嘅。而我呢個朋友佢更加希望咧係政府會發展旅遊業，真正改善當地嘅經濟，因為委內瑞拉有好多好靚嘅自然景色，例如全世界最高嘅無中斷瀑布啦、海灘、原始森林等等。比杜拜嘅沙漠咧更加有條件發展成為旅遊天堂。講完當地人嘅心聲，又分享下大局喎。美國係真係為咗打擊毒品，定係為咗攞石油呢？呢個軍事嘅舉動對於油價、金價、股市又會有啲咩衝擊？委內瑞拉嘅資源實在太吸引，石油全球第一，儲量有成3000億桶，黃金係拉丁美洲最高，仲有稀土同埋礦產，夠晒俾其他國家眼紅啊！石油業本身係國家嘅命脈，喺80年代高峰，日產300萬桶油，石油收入佔咗 GDP 90%。以前委內瑞拉同美國有好密切嘅關係。1920年代，美國就大力投資去建立石油設施，興建一啲嘅鑽井平台、管道網絡、儲油設施、煉油廠等等，令到委內瑞拉成為全球第3大嘅石油生產國。當時有好多外國公司湧入，例如美國 ExxonMobil 嘅前身 Standard Oil 同埋英國嘅 Shell。二戰期間仲成為咗盟軍嘅主要供應國，供應咗大量石油俾美國同埋英國。外國公司控制咗98%嘅產量，由1930年代每日生產大約40萬桶啦，激增去到1940年代100萬桶，有份造就咗二戰嘅勝利啊！直至1999年查韋斯上台，委內瑞拉就開始國有化石油，踢走咗 ExxonMobil 呢啲美國石油企業。去到2002年嘅時候，曾經發生過政變。2013年馬杜羅上任，2014年美國制裁委內瑞拉嘅高官，去凍結佢哋嘅資產。2017年再禁止埋石油出口去美國，個關係都好複雜。嗱，講翻最近啦，委內瑞拉就移交咗50日嘅石油產量俾美國。美國話會按市價去出售，確保用於造福喺委內瑞拉同埋美國人民嘅用途之上。短期嚟講咧，油價未必會立即反映出委內瑞拉嘅石油供應，因為50日嘅產量其實都唔算好多。但係長遠嚟講，我認為油價嘅大方向咧係會回落嘅。以前好多美國嘅企業，例如 ExxonMobil、Chevron， 佢哋投資開發基礎建設，但係國有化嘅政策令到佢哋血本無歸。而家美國希望石油企業可以重新去到當地修復呢啲設施，提升個產能，增加個供應。不過值得注意嘅就係委內瑞拉嘅原油咧，嗰個價值咧係比較低，佢屬於一啲處理難度極高嘅叫做重質高硫原油啊。咁嗰個提煉咧要成為原油嘅嗰個過程咧都係比較困難嘅，加上當地嘅設施處於一個極度之殘舊嘅狀態，需要成幾百億美元嘅投資先可以去恢復運轉。咁可能都要等3至到5年嘅時間，先會見到委內瑞拉嘅原油供應咧係全面復甦。高盛嘅報告就認為，短期內油價嘅影響係取決於美國制裁政策嘅演變啦。如果新政府喺美國支持下獲得全面制裁嘅豁免咧，咁透過進口一啲嘅稀釋劑、修復一啲嘅油井同埋去重啟嗰啲受損嘅裝置咧，嗰個嘅產量可能可以喺今年年底之前咧增加到每日40萬桶，因此高盛預計咧今年年底布蘭特原油嘅均價將會由目前嘅59蚊美金一桶咧降至到54蚊美金一桶。第二，黃金。一講起打仗，大家好自然就會諗金價係咪會升呢？嗱，今次美國單方面嘅行動係會更加鼓勵咗一個叫單邊主義，亦都顯示咗聯合國係冇能力去阻止其他國家嘅侵略。就算美其名係緝毒嘅行動，可能都會令到其他嘅拉丁美洲國家而擔心啊！有消息就顯示啊，美國開始將目標轉向古巴，甚至有新聞提到美國可能會以武力介入丹麥嘅格陵蘭島，將佢納入美國嘅版圖。避險情緒進一步增加，可能會潛在利好黃金嘅價格。黃金嘅現價係處於歷史高位，因為委內瑞拉事件、中東嘅緊張。加上美國聯儲局未來可能會減息啦，呢
呢啲嘅因素都會支撐金價成為市場主要嘅避險資產。多家嘅機構都預測今年黃金嘅高位可能會上升去到4800至到5000蚊美金。不過值得注意嘅咧就係金價短期走勢咧容易受到市場嘅情緒所牽動而變得非常之波動。如果喺一個高位進場，就需要採取更加主動嘅管理，以及咧短線嘅操作策略，要小心個風險。第三，美股咯喎，咁好多人以為打仗股票應該會大跌啦，但係點解美股不跌反升，仲要創埋歷史新高呢？美國咧佢哋想擁有委內瑞拉嘅石油資產，一方面希望可以壓低到石油嘅價格，去降低翻本土嘅通脹壓力啦。但係另外一個更加重要嘅關鍵咧，就係美國要大力去發展 AI。因為研發 AI 需要大量嘅超級電腦去做運算，其實都好食電嘅。咁發電咧就需要大量嘅能源，而當石油嘅供應增加，發電嘅成本就會降低啦。咁油價嗰個價格下跌嘅時候，就可以幫到 AI，亦都可以幫到通脹，仲可以繼續減息，三方面去刺激美國嘅經濟。短期嘅效應令到股市上升。對於美股市場嚟講，呢件事又會帶嚟啲咩嘅投資機遇呢？嗱，目前我哋明顯咁睇到美國市場嘅資金係流向緊三個領域，分別係 AI、太空科技同埋軍工。首先 AI 先啦，市場嘅焦點咧已經由單純嘅運算晶片，例如 Nvidia、AMD、Broadcom 呢啲嘅公司咧，轉向儲存記憶體、網絡通訊等等嘅設備。根據美國記憶體大廠 Micron 嘅業績顯示咧，因為生成式 AI 越嚟越普及化，個算力唔再只係着重喺呢啲 GPU 嘅運算晶片，而係整個記憶體同埋數據儲存容量都係好重要嘅。咁啊，帶動咗相關嘅股票咧，被重新去估值。MU、SNDK 呢啲嘅股票咧，喺最近美股嘅升浪裏邊咧，扮演咗一個好關鍵嘅角色。我自己咧亦都有係參與喺裏邊嘅。第二就係太空科技嘅主題啦。咁美國空襲就中斷咗委內瑞拉當地嘅通訊。Elon Musk 嘅 Starlink 衛星通訊系統咧，就為當地嘅用戶提供免費嘅寬頻網絡服務。進一步咧顯示咗發展高端太空科技嘅重要性。喺美國同埋歐洲咧，太空科技已經被明確咁納入咗國防領域嘅一部分，令到衛星偵察同埋導彈預警嘅需求增加，為火箭發射、衛星軌道服務公司帶嚟更加多嘅訂單。嗱，SpaceX 可能會喺今年嘅後期上市啦，咁啊規模達到250億美元以上。呢類型旗艦資產上市咧，往往都會抬高咗成個板塊嘅估值，吸引更加多嘅散戶資金去進場。相關公司例如 Rocket Lab、AST SpaceMobile、Intuitive Machine 等等，過去1至2個月嘅股價都受到資金追捧。第三，軍工同埋國防業務。嗱，地緣風險升溫，美國更加重視拉丁美洲嘅軍事局勢，推動咗全球嘅軍工板塊同埋訂單。所以軍工股喺今次事件之後咧，個走勢都偏強。例如無人機概念股 ONDS， 佢哋嘅軍用無人機可以做到自動巡邏嘅系統，同埋呢一個反無人機嘅電子戰系統咧，成為咗呢間公司獨特嘅優勢。最近美國提及到想增加2027年嘅軍費，去到1.5萬億美元，發展高登東防空系統、新一代嘅無人戰機以及新型嘅戰艦設計等等啦。喺中美競爭白熱化嘅階段之下，國防開支已經係進入咗長期上升嘅趨勢啦。不過咧，潛在嘅風險就係咧，目前美國採取緊一個叫做誰大誰惡誰正確嘅姿態去對待鄰近嘅國家。如果直接拎當地嘅資源去為美國自身嘅債務去埋單，其實道德上邊都幾有爭議嘅。若然美國繼續向唔同嘅國家去施壓，可能會導致國際輿論嘅反擊，對於美股都可能會構成一定嘅風險。唔知你又點睇呢？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嘅諗法。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要 like 同埋 subscribe。Investing is a lifestyle。我哋下次見啦，拜拜。